理財產品五花八門，而家銀行咧做定期利率唔高，大家去銀行嗰時咧都有可能被推銷過。小市民咧未必有相關知識，了解產品特性同埋咧風險，容易咧被職員強調高回報、低風險誤導。我建議咧加強監管銀行相關嘅銷售，呢方面咧我有3個建議。第一，銷售過程要講人話，令客人咧真係知道自己有乜風險。當年雷曼事件揭示銀行銷售手法咧有問題，同埋監管漏洞，金管局咧同埋證監會因而收緊銀行推銷產品嘅規定，例如要做風險評估啦，做好清晰嘅資訊披露等。不過呢類問卷咧涉及好多財經嘅術語，又有好多頁，一般市民咧根本唔會明白。我認為銀行要改革精簡問卷，以普通人都明白嘅講法，清晰解釋產品嘅風險，例如係咪絕對保本、提早攞有乜損失、做幾多年咧先至攞得返本金、有幾多係保證回報、幾多係預計但不保證嘅回報等等。第二，要求銀行對長者銷售過程咧要錄音。銀行銷售產品時咧，只有某些產品同埋情況咧先至指定要錄音。我建議咧，如果客戶係60歲或者以上，即使有冇購買記錄或者投資經驗，都應該要求銀行銷售時咧必須錄音，有銷售過程嘅記錄。銷售員咧就唔敢講大話，客戶亦都冇得抵賴，保障雙方。第三，市民要加倍留意，便宜莫貪。時刻都要緊記，世界上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，唔會有理財產品可以咧係絕對保本又高回報。如果聽到有人向你銷售唔熟悉嘅產品咧，又話高回報低風險咧，就絕對要了解清楚，甚至同屋企人商量，必須要了解當中嘅風險，以及咧考慮自己係咪可以承受到可能出現嘅損失。千祈唔好只係信你中意嘅嘢，以為世界咧真係咁美好。我希望大家做任何重大理財或者其他用錢嘅決定時咧，都要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搞清楚風險，揾信得過嘅人商量下，用辛苦賺翻嚟嘅錢去投資，大家絕對要諗多步，小心啲。請大家留言讚好、轉發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